为了选择社会发票欠分段甲电子支付的方便，由南区国税局所举办的健行活动，23号伫台湾历史博物馆登场。该活动嘛是疫情稳定控制以后的大型选择，吸引上千位民众参加。会中市长吴伟霆、李伟丹天辉拢亲自到场，场面相当热烈。所有的好伙伴哈，3、2、1，请贴上财政爱心，生生不息。报税也好，记账也好，诚实纳税是国民应尽的义务。所以呢，为了因应纾困以及疫后的振兴，我们台南市购物节台南购物节到昨天为止，我们登记的这个参加抽奖的总共也突破23亿了。为什么这个数字代表什么？表示大家都会诚实纳税，因为你买了东西，拿了发票要去登记抽奖，那你当然就要诚实纳税。南区国税局规划健行活动，主要让民众享受健康活力，欣赏园区特色建筑甲装置艺术，现场也有舞台表演、亲子娱乐，并且规划真济租税选择单位，透过澎湃奖品兑换，建立民众购物消费摕发票，并欠到分段习惯。国税局比照这个路跑的模式呢，我们来举办今天的健走活动。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健走呢，我们可以建立民众索取统一发票与载具来出示我们云端发票，并透过我们的发票的捐赠，能够帮助需要的人。南区国税局活动当中，将所有募集的发票转送关予台市在地4间社会福利团体，也感谢大家参与活动，做会用爱心支持公益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